渐的意识到了能量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能量嘛。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不同也是因为能量。所以有没有就是因为像您修行的人，能量就会很高，有没有一些什么提高能量的方法可以给到大家的，比较容易去操作的一些提升能量的方法？我觉得提升能量的方法有非常多，但是今天我现在刚刚也想到了一个东西，你能不能修慈悲心？嗯，慈悲心。这种无造作，你这个关起来的时候，你就是深呼吸、吐气和吸气当中，你就是自然的内心能够专注在你的呼吸上。慈悲，慈悲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除了我。那一切其他的这个众生都也其实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或动物想要痛苦的都希望向往快乐了，一定程度上，目前我们人类所理解来讲，应该就是这样的。但是他们不一定能够获得快乐，所以呢，这个希望他们你能够拥有快乐，因为都是一样的，有那种慈悲心。那就是你稍微的去观修，你内心可能会自然而然有非常慈悲和那种爱的力量在。爱的力量是最究竟的能量的来源，它不分种族，也不分宗教，爱就是完全，我觉得是一个人类共同的信仰。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所有的，因为我也发现我的一些上师善知识，他们充满着爱的时候。他们受影响的范围是完全是超越语言、种族、皮肤，还有这种信仰的范围来无限的影响到其他众生，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所以，如果你要这个最好的这个能量，我们要有爱。是的，无形的才是永恒的。对对，哎所以师傅像您提到的，像慈悲心，它是指说对于其他人的这种慈悲心。那比如说对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有慈悲心？比如说他可能他在一种还没有能够去爱别人的状态的时候，他能不能，比如说我先爱爱自己，我不要让自己有那么大的怨气。毫无疑问的，你必须要慈悲自己，也要爱自己的家人。就像我自己尽量的爱众生，至少我是发菩提心，我希望能够众生离苦得乐，至少是我的愿菩提心当中是我有众生的。我不能说是我是爱众生，但是我的愿菩提心的这种发愿里面肯定是有众生的，一切众生。但是行动当中，我也同样非常爱我的家人和我的亲戚。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是终身的一部分，而且他是我的根本的父母、根本的家人，连这个都我不能爱，我就是爱一切众生是完全是一个空谈。对对，是的，所以这一点我是非常重视的。但是同时，如果因为我爱家人和我爱了我对我的修行和我觉得更有意义的一个之前的做法的选择上，不能因为他们是家人有权利阻断我的这个正确的阻碍这个我的正确的选择。这两个是必须要平衡的。嗯。我的能力该爱的可以也爱他们，但是呢，我也以我的能力去干修我的修行，我也要做。明白吗？这样大爱和小爱应该是相对可以平衡。当然，加上爱自己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个当中有一个问题，我现在不是这个时候了，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了，我现在好好的爱自己。我再说，也是菩提心的修行的角度来说，稍微是错误的。你现在开始就是要爱众生，但是你爱自己成为爱众生的基础。OK，意思就是说，你没因为比如说你很想当老师，为了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学生们，你想当老师，但是如果你自己不上学，怎么可能能当老师？所以现在先去自己去学习，是为了将来要成为他们的老师。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爱自己。比如说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修行人，比如说你是一个学佛的人，你的心想、你的态度可能会更直接的，就是影响其他周围的人。是的，是的，如果你做所以的很好，你也有成就，你很开朗，你很正面，你很阳光，你家庭事业的处理的很好，你说我是学佛，他就那
看起来学佛的人不错，你懂我的意思吗？对啊，忘记自己不爱自己，我说学佛，他们觉得我不要，明白吗？对，所以是。爱自己其实可以成为弘法利生的一个方式了。所以师傅就一下子把这个爱自己就一下子就扩大了一个范围。那当然对，爱自己其实不是一个目的，爱自己是一个方法，，Yeah，是一个利益众生的方法。对。所以嗯齐天菩萨说，我们的身体虽然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一个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身体就像一个船只一样，我们要渡过这个轮回的海洋，你必须要有一个身体的这个船只，才能够到达涅槃的境界。所以有时候嗯，身体特别重要。是在金刚乘里面说，我们的一根头发里面都可能有空性和永识的一个贪嗔，所以金刚乘更加重视我们的身体，叫金刚身。非常的细微的去看待每一个这种因缘也好，或者是每一个众生也好。对，所以是我们的身体是佛的贪嗔一样非常神圣的一个。